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許 Sir 有話說嘅時間。今次嚟講咧，就因為過往半年咧，許 Sir 咧就曾經都有一個國民教育嘅老師嘅專業發展嘅一啲活動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究竟喺小學嘅課堂嘅中文、英文同埋數學，點樣可以擺多啲國民教育嘅元素裏邊咧？咁喺度嚟講，我就簡單介紹俾大家聽。咁大家亦都可以有一啲小學嘅老師，甚至係中學嘅參考咧，都喺學校可以跟住翻呢差唔多嘅啲綱領咧，可以自己發展嘅。OK，好啦，首先我哋講一講中文先。咁當然啦，有時話中文老師都好多中文嘅元素啦。咁但係原來好多中文嘅老師嚟講咧，對於中華文化嘅細節認知咧，都唔係咁多嘅。譬如我哋咁講啦，睇一睇我哋嘅元素啦。譬如舉個例，喺2021年嚟講咧，其實教育部已經印發咗一個即係關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入呢個中小學課程嘅教材指引。咁入面咧都有好多關於中國語文如何更加發揮好，即係可以用傳承呢個即係中華優秀文化一樣嘢。咁呢個咧亦都大家可以根據嗰度嚟講咧，我有附咗落去噶，咁大家亦都可以跟嗰度咧，可以去做一啲自己嘅參考，再做一啲自己內部嘅教師發展。咁而講到核心嘅思想理念咧，咁中華文明嚟講咧，譬如仁愛嘅文本誠信實事求是正義同埋責任同埋即係呢個求同存異甚至天人合一嘅自然觀咧，有時對有啲老師嚟講，呢方面嚟講嘅理解都係唔係好深嘅。咁而中華人民嘅精神嚟講咧，包括埋民意載道啦，即係喺一啲文學嘅作品中咧，係情景交融有啲措辭方面咧要含蓄委婉會留白重情義同家國一體咧，都係中華人民精神呢方面嘅嘢。咁亦都可以喺不同嘅篇章咧可以探求。咁變咗老師方面咧，就可以將中華人民精神咧更加可以擺咗入佢嘅教學之中。咁而更加可以的話咧，就係用透過價值觀嘅培養咧，中華傳統美德咧都係好多好可以操作嘅行為指引嘅，包括孝悧之道啦、忠誠愛國啦、禮義廉恥誠實守信自強不息敬業樂勤另外呢個扶危濟困同埋見義勇為呢方面嘅情況所以呢一方面嚟講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呢一方面可以做到嘅嘢譬如頭先舉個例就正義與責任嚟講咧譬如我哋用鐘南山醫生呢個抗疫英雄嘅例子嚟講咧，我哋都可以由一個明辨是非秉正義咧，一路去到咧呢個價值實踐方面咧，有不同階段嘅一啲所謂價值觀教育連結埋呢個語文教學，再連結埋呢個國民教育嘅精神咧，可以一睇可以喺整個語文教育嘅體現嘅。OK， 好啦，咁跟住嚟講咧，亦都可以咁樣語文同埋文化再睇咯，有包括我哋嘅漢字嘅書法啦。詩詞嘅格言啦、成語嘅典故啦，同埋對聯與修辭都有好多呢方面嘅事嚟噶。咁呢方面咧，都係可以好多嘢可以應用落去。咁亦都一個好重要嘅事咧，語文老師對中國嘅歷史同埋地理咧，同埋當代中國咧，能古今串聯一齊咧，就更加可以將即係國民教育咧，好好擺入個語文教學之中嘅。咁而亦都嚟講咧，當其時我都同啲老師咧，亦都有分析過咧，香港小學嘅40篇嘅古文嘅分類同埋簡述，咁變咗嚟講咧，佢亦都好明白每一篇文章之中可以有咩國民教育嘅元素。咁而不同學段嘅教育重點個事例咧，我要舉個例俾大家呢度譬如係中年級嘅小3、小4都有好多呢方面可以回應翻香港小學課程中可以擺得落去嘅情況。咁呢啲咧，亦都係可以值得小學嘅語文老師嘅參考嘅。好啦，講完中文咧，就到英文。咁英文嚟講，其實講真嘅，真係可以咁講咧，喺香港嘅英文老師咧，對於國民教育引入呢個英文嚟講咧，就即係對國民教育呢一個背景咧，係較為薄弱啲嘅。好啦，咁薄弱啲咧，我哋睇翻，其實嚟講喺國安教育嘅框架中咧，亦都係有即係關於英文嘅元素嘅。咁呢個大家可以睇翻喺國安教育個框架中，2025中咧有
專為英文之中而設嘅一啲內容㗎。好啦，咁喺呢度嚟講，最好參考係乜嘢咧？我哋睇到就係喺內地嘅英語教材，你可唔可以揾多啲嚟咧？你揾得到的話咧，你睇到好多好豐富嘅佢哋內地英文而涉及國民教嘅教材嘅，包括好多即係中國歷史上嘅一啲英雄啦，包括甚至有啲較為現代嘅嘅即係我哋嘅名人啦，譬如屠呦呦啊，呢度都係會出現嘅咁你變咗一個諾貝爾個得獎嘅我哋嘅即係醫學獎嘅一個名人。咁另外當然有啲現代嘅一啲科技或者建設上嘅進步啦。咁呢類嘅情況咧，都係可以喺內地嘅英語教材中咧可以揾到嘅。咁呢啲亦都應該可以香港嘅英語老師咧係多啲參考嘅。咁繼續嚟講咧，有啲嚟講就有啲盲點㗎因為始終咧喺英語嘅教材中咧有好多關於喺少少政治上嘅要考量，譬如呢幅地圖嚟講咧，就如果引用咗就係稍為唔正確啦。咁究竟唔正確喺邊度咧？當其時咧有啲老師都提得出嘅就係呢個台灣呢個字咧就唔應該用大街，相應翻一個國家嘅情況。咁當然大家如果再睇清楚咧，呢幅地圖喺邊度嚟咧？就 Map of India 係印度而嚟嘅。咁故此咧，呢幅地圖咧就唔可以咁樣引用法㗎。咁呢啲咧亦都係有時嚟講咧，英語老師找尤其個國民教嘅教材中咧，要諗到一啲呢啲誤區咧，就一定要留意㗎啦。咁呢度咧亦都係要大家老師呢方面咧要小心嘅。咁跟住嚟講咧，亦都咧老師究竟要多啲咩準備咧？咁我當其時亦都好多同啲老師分享下佢唔同嘅資料啦，包括埋中國嘅歷史地理當然係用英文版嘅情況啦。咁繼續咧，最後咧，我亦都會同嗰啲老師試下用 AI 嘅手段咧，將一啲現代嘅新聞時事配落一個可以合適小學不同程度嘅教材譬如我哋將呢個一個China Daily 即係話今日中國嘅呢個英文版嚟㗎，呢個教材咧就當其時報道咧，將佢擺入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嘅工具中咧，就可以出到一個非常之企理嘅小學3年班嘅教材㗎啦。咁只要執咧，或者再配合翻學校本嘅情況咧，都可以做到相當唔錯嘅。咁呢方面咧，亦都係可以喺校內自己去做一個實踐嘅。咁英文就講到呢度啦。好啦，去到講數學啦。咁數學老師嚟講咧，亦都係好多係數學老師對中國本身嘅數學嘅歷史咧係比較陌生嘅。咁其中一個好簡單一句啦，就講計數算盤咧，有啲小學數學老師可能都未掂過嘅咁串籌咁有一個我覺得係相當值得可以喺唔同嘅年級都可以做到，就係話天干地支同埋生肖啦。只要你列出嚟嘅話咧，尤其生肖嚟講咧係比較生動啲嘅。如果你將呢個課題咧擺咗喺即係過春節前後嚟講咧，亦對學生嚟講咧就更加會即係同當其時嘅一啲過年或者講個生肖呢方面配合到嘅。咁故此嚟講咧，我覺得呢方面咧，數學老師方面係可以將呢樣嘢嘅中華文化咧係將佢擺咗入呢個數學嘅教材之中。咁當然啦，繼續嘅仲有就係喺中華文化中嘅即係幾何圖形嘅智慧咧，七巧板啦，我哋嘅建築嘅對稱性啦，亦都見到好多我哋一啲園林上嘅測量設計仲有我哋民間藝術嘅啲數學，包括剪紙編織刺繡依類都係一種圖像上喺數學上可以認知嘅。咁當然啦，一定唔少得我哋古代數學嘅典籍同埋數學家嘅故事啦，九章算術啦，祖沖之嘅圓周率啦，劉勳同埋劉輝呢兩位大嘅中國大數學家嘅貢獻啦，係咪？咁呢方面嚟講咧，我哋都可以即係得到呢方面嘅資料嘅。OK，咁喺度嚟講咧，我就俾大家了解到即係中英數係點樣可以放咗入去小學嘅小學嘅國民教育結合起上嚟咁如果有興趣可以需要聯絡多啲嘅話咧，大家可以直接聯絡許 Sir， 亦都當然啦，你就翻我頭先講嘅嘢咧，亦都喺校內嚟講分科嘅老師咧，可以自己可以再互相研習咧，去大家互相咧促進到可以將國民教育咧擺咗喺中文、英文或者數學呢個科目嘅一啲研習
推廣我哋嘅國民教育噶。咁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各位。